逃離煩囂，我哋帶領深入嶺南文化核心，舌尖品嘗星級盛宴，身心沉浸奢華雅宿，一切精彩即將展開。先到沙灣古鎮，呢度保留大量明清古建築，仿佛一座活生生嘅嶺南文化博物館。跟住漫步沙面歐陸風情街，係繁華都會中難得一見嘅浪漫異國風情畫。仲有融入嶺南印象園，濃縮版水鄉，讓您瞬間領略地道嶺南生活氣息。美食必須係重點啦！我哋安排喺米芝蓮一星利苑酒家，將粵菜精髓發揮到極致，絕對係味蕾嘅殿堂級享受。第二餐我哋繼續升級味蕾之旅，米芝蓮一星秉聖公館，呢度以創新手法演繹傳統粵菜，每一口都係對嶺南風味嘅極致致敬。特意安排中華老字號廣州酒家，呢度係廣府菜嘅標杆，幾代人心目中嘅經典味道，感受咩叫食在廣州嘅底蘊。入住國際5星廣州瑰麗酒店，坐落於珠江新城天際之巔。客房完美融合嶺南風韻同當代設計，為追求極致體驗嘅您提供一處寧靜奢華嘅心之所向。全程我哋將乘搭高速船往返香港，輕鬆快捷嘅交通，讓您回味美好嘅同時，盡享全程舒適與便利。催命假期 CEO 系列廣州米芝蓮美食之旅，2026年3月7號出發，立即報名，開啟您嘅極致感官旅程。